Hello，各位朋友，又係我早市啊！咁今個禮拜6月7日，馬會又會安排咗兩地嘅越洋轉播賽事嘅。咁主題賽事方面咧，包括係 S1第五場嘅英國葉森打比，同埋 S2第一場嘅金挑戰錦標嘅喺南非舉行。咁但係馬迷朋友咧留意呢兩場賽事嘅舉行時間啦，因為咧葉森打比就係夜晚嘅10點30分，而金挑戰錦標呢一場咧就係晚上嘅10點55分，即係跑完葉森打比冇耐咧就會跑呢場金挑戰錦標㗎，但係就由於係 S1同埋 S2分開嘅賽池，咁所以呢兩場賽事咧就唔可以過關，但係咧就係一路咁樣順住舉行嘅。咁然之後咧跑完金挑戰錦標之後咧，又會跑翻英國賽事，然之後同南非賽事咁樣相間嘅。咁先講咧就係 S1嘅第五場英國葉森打比啊，咁呢場焦點都係近期喺越洋賽事揚威嗰幾個陣營啦，包括就係呢個古摩亞、高多芬啊，同埋呢個朱德望嘅。咁我自己今次就唔係咁睇好朱德望陣營嗰兩隻馬啦，咁我都係揀呢個古摩亞陣營嘅一隻馬，不過我又唔係揀莫亞簡騎嗰隻攝人巨作嘅，反而咧就係懶敲去棄騎羅敦策騎嘅5號馬佳進之川。咁不如睇翻佢上一次咧贏呢個車士打銀屏嘅表現先啦。佳進之川一場係5月7日嘅車士打銀屏，係2457米嘅。咁佢都係呢個古摩亞彩衣嘅嗰場莫亞騎係大熱門嚟嘅，而家喺外面咧一路咁樣騎咗出嚟嘅。咁另外呢一場咧要留意嘅隻馬就有隻淺藍衫，而家喺第二碟嗰隻逍遙徑嘅，因為呢一場咧跑完之後佢都係會跑葉森打比，咁而家轉第一個彎嗰陣時咧，呢隻逍遙徑就一路喺第二碟頂住咧開面嗰隻佳進之川嘅，轉第一個彎。咁而家咧呢個佳進之川咧喺開面有少少搶口啊。咁但係咧跑下咧，呢個莫亞咧就已經係攝咗埋去呢個逍遙徑嘅後面有啲遮擋嘅。咁而家前邊咧逍遙徑就拍住內欄嗰隻馬就一路領先一路望空嘅。咁而家佳進之川咧再拱兩步，而家第三位阿莫亞咧都係一路想扣翻入去喺逍遙徑後面揾個遮擋啊，結果咧轉第二個彎嗰陣時咧就做到呢一點啦。咁而家嘅逍遙徑咧仲係一路喺第二位拍住前面嗰隻馬落後半個馬位度嘅，咁佳進之川咧而家一路都喺第三位有啲遮擋啊。但係留意下佢咧跑到差唔多中段嗰陣時咧，莫亞已經要推騎咁，證明咧呢隻馬嗰個韌力咧真係十足嘅。咁而家前邊咧嗰個逍遙徑咧仲係拍住入邊嗰隻馬已經放嚟咧成兩個馬位，咁而家佳進之川咧第三位已經開始要騎㗎啦。轉入嚟咧最後直路階段咧，而家嗰個逍遙徑嗰個輕鬆程度其實比佳進之川係比較好啲嘅。咁呢佳進之川咧已經一路開始推嘅，仲係維持喺第三位。咁而家依家嘅逍遙徑咧仲係喺拍住入邊嗰隻放頭馬開始轉彎入直路啊。咁而家佳進之川啦，莫亞再推騎咧都係落後呢個逍遙徑個零馬位轉彎嘅。咁依家入直路嗰陣時啊，呢個佳進之川咧開始咧攞出去第二碟唔愛難㗎啦。而前面嗰隻逍遙徑咧就係拍住貼欄嗰隻放頭馬啊。咁嗰一場咧逍遙徑其實咧嗰個賠率都幾爛啊，1賠25嘅，反而咧佳進之川咧係大熱門嚟嘅。咁依家開始轉彎嗰陣時啦，呢個佳進之川咧已經騎到啊差唔多上耳仔嘅，但係咧前面嗰個逍遙徑咧仲係撳住喺第二位嘅啫。咁入邊咧貼欄嗰隻馬想走甩咧，但係逍遙徑咧已經一路咧拍住佢走唔甩㗎啦。咁反而佳進之川咧而家好似落後咗成個馬位咁，但係咧而家移翻入去嗰條欄嗰度咧，佢喺外檔嗰度上嗰個勢又好勁啊，已經過咗入邊嗰隻馬，咁而家再拍兩步咧，亦都過埋呢隻逍遙徑嘅。咁最後階段咧，呢隻佳進之川咧呢一場咧贏車士打銀屏係非常輕鬆嘅，逍遙徑就跑翻去第二。咁嘅佳進之川咧，之前其實都喺愛爾蘭輸過俾嗰隻攝人巨作嘅，咁但係其實我睇好呢個佳進之川嘅原因就係我覺得呢隻馬嘅長力咧一定會比嗰隻攝人巨作好咯。咁同埋攝人巨作嗰個血統上咧2400米有冇咁嘅長力根據咧，都可能要有少少疑問嘅。咁所以咧呢隻佳進之川
既然上次喺莫亞夸一早要騎，但係翻嚟咧都可以彈甩對手嘅話咧，今次都係跑翻相約嘅2405米路程咧，應該會比較合適嘅。咁就爬壓水就揾佢做首選。咁次選方面咧，我會揀隻亞加漢名下嘅7號馬秒達啊。咁呢隻係法國馬嚟嘅，喺最後階段先報名加入。咁其實呢隻馬係未輸過3戰3勝。咁佢就發覺打比2100都唔跑嘅，就走嚟跑2405米嘅。咁據嗰啲訪問報道咧，就話呢隻馬其實咧就一定會有呢個2400米長力，咁但係佢就唔等呢個巴黎市議會大賽啊，咁所以就揀咗個葉森打比上陣嘅。咁呢馬排翻個內檔起步咧，長力十足嘅話咧，都有一定嘅威脅力。咁第三選咧就揀翻高多芬陣營嘅馬匹啦。上次喺英國2000堅尼都有介紹嘅13號法庭裁定啦。咁呢隻馬去咗杜拜嗰邊，其實嗰個進步嗰個幅度都幾大啊！翻嚟贏呢個英國2000堅尼咧，雖然都比後尾贏愛爾蘭2000堅尼嗰隻馬咧越追越近，咁但係佢嗰場咧早段都係留得幾順喺後上咁樣贏馬，咁所以咧計翻個血統咧，佢嘅長力根據可能會比個攝人巨作咧比較多啲，咁所以咧就揾翻佢做第三選。咁6月7日 S1 第5場英國葉森打比，我嘅順序提供係5號嘅佳進之川、7號嘅秒達同埋13號嘅法庭裁定。咁至於呢個 S2 嘅第一場呢個係南非金挑戰大賽咧，1600米嘅賽事咧，我就喜歡翻比較名氣大啲嘅馬匹啦，但係之前嘅表現咧，成日令人失望嗰隻3號嘅再度遇見啊！咁不如睇翻佢上一次喺1400米2級賽訓練館錦標嘅表現先啦。再度遇見一場5月3日1400米2級賽喺個訓練館錦標，都係喺基維爾馬場舉行嘅，佢排2檔起步。咁呢一場賽事咧，要留意埋兩隻馬，就係呢個4檔起步灰馬嘅大草原同埋5檔起步啊嗰隻角鬥士嘅。咁因為呢3隻馬呢場咧就係包辦3甲，而今次咧都有喺個金挑戰錦標嗰度上陣嘅。咁依家嗰隻再度遇見咧，唞咗一排咧，其實出閘都幾好啊。同埋要留意翻咧，基維爾馬場咧1400米同埋1600米咧都係一出閘就開始轉彎，咁所以排內檔嗰啲馬有啲着數啊。咁而家咧再度遇見咧就喺第4位嗰度，咁而呢個角鬥士咧就係大約咧喺中檔黃帽紫衫嗰隻咧就係喺8、9位嗰度。咁大草原咧出閘就俾個角鬥士夾一夾啦，而家都係貼欄嘅，喺尾3個位置嗰隻灰馬同呢個再度遇見同埋彩衣嘅。咁而家開始轉彎嗰陣時啊，前面嗰隻馬咧藍衫放咗出嚟咧，都有一個馬位就走咗出去中檔少少嘅。咁反而呢個再度遇見咧已經開始要推嘅，因為佢都係跑慣啲長啲嘅路程嘅，就攝咗埋欄。而呢個大草原咧就喺佢內欄嗰度上，反而嗰隻角鬥士咧就而家喺中檔嗰個長驅直進啊，黃帽嗰隻咧已經係突出咗些少出嚟嘅。咁反而咧嗰隻大草原咧同埋再度遇見咧內欄嗰度上，咁3隻馬咧其實鬥埋一嚿嘅。最後角鬥士咧喺中檔險勝呢個再度遇見，而大草原咧就跑翻去第3。咁呢個再度遇見咧其實好早咧已經係成名㗎，咁但係咧成日喺大賽嗰度咧都贏唔到馬，咁但係上一次咧唞埋跑呢個1400米咧嗰個表現咧又有復甦嘅跡象。咁最重要咧，今次跑翻長啲嘅1600米應該更係腳法之餘咧，排翻個內檔起步。要知道咧呢個基維爾馬場咧1600米其實一路都係轉彎咁樣跑，咁所以排內檔嘅馬咧始終有啲着數。只要佢咧及早望空，要後勁咧有權贏翻一仗嘅。咁次選方面咧，我揀翻2號嘅大夫大王啦。呢隻馬其實咧上年嗰個表現都好出色嘅，包括咧贏咗呢一項錦標啊。咁之後咧再去角逐呢個冠軍杯咧，亦都可以再下一城。咁所以咧以佢級數嚟講咧，今場其實咧都係凌駕於對手嘅。唞埋復出熱身嗰場咧都贏埋，咁再排翻內檔起步應該會全程主動嘅。3甲一直咧，我覺得佢反而會比較穩陣。咁第三選方面我揀翻9號嘅迷人東方。
咁呢隻馬都係計級數咧，其實都係好高嘅，因為贏過啲更長路程嘅德班7月讓賽啦。咁之後啱啱喺今年初舉行嘅大都會錦標咧，亦都喺蝕位之下咧緊負嘅啫。咁所以今次咧縮翻嚟1600米，其實咧以佢級數咧應該都係凌駕其他對手嘅。只不過呢隻馬咧之前跑得好咧，都要自己一隻放頭。咁今次咧其實都有幾多塊馬牌喺佢內側嘅，咁所以咧就揾佢做第三選。S2 第一場金挑戰大賽，我嘅順序提供係3號嘅再度遇見、2號嘅大夫大王，同埋9號嘅迷人東方。咁星期日沙田咧又會有黃昏賽㗎啦，咁再加埋安田錦標嘅，咁到時我哋再見啦，拜拜。